奇好興奮咁樣準備緊一場盛大嘅下午茶派對。然而佢冇留意到後面張台已經出現咗個藍色嘅時光機。時光機門一打開，走出嚟嘅竟然係嚟自東漢末年嘅關羽。佢一手拎住春秋書，一手摸住長鬍鬚，面上充滿困惑。睇見眼前識講嘢嘅老鼠，即刻擺出青龍偃月刀嘅起手式。相反，米奇好熱情咁送上一個有哈佬字眼嘅派對帽。關羽謹慎接過派對帽，鄭重咁樣戴喺自己嘅頭上面。佢嚴肅嘅表情配上鮮豔嘅派對帽，形成一種難以形容嘅和諧。喺呢個時候，唐老鴨嬲爆爆衝過嚟，想問下米奇點解冇邀請佢呢？但係佢睇到關羽嗰刻啲氣消晒，只係咁細細聲喺度嘰哩咕。米奇隨即邀請關羽坐上梳化上面，硬塞咗一杯七彩繽紛嘅泡泡茶俾佢。佢望住杯入面嘅珍珠，深深陷入咗哲學思考。究竟呢啲係軍糧定係草藥呢？突然之間，高飛帶住滑浪板衝咗入嚟，地板上嘅積水令到關羽跣咗一腳。關羽隨即紮實嘅馬步彈翻起身，而高飛就跣到攤攤腰。飛時見到關羽嘅身手敏捷，紛紛投以欣賞嘅目光。關羽即刻面紅耳赤，紅過赤兔，只可以扮專心睇緊米奇嘅漫畫書。然後布魯托興奮咁擔咗個飛盤入嚟，放咗喺關羽嘅腳邊。關羽誤以為係某種祭祀用品嘅物品，執起咗之後，仲恭敬咁拜咗佢一拜。米奇隨即撻一撻手指，下午茶點心嚟啦！關羽睇到精緻嘅馬卡龍，以為係暗器啊！佢隨即攞咗兩隻手指出嚟，運足內功，輕鬆咁樣碾碎咗，散到全地都係啊！灰姑娘神仙教母經過，見到關羽咁嘅裝束，以為佢需要幫手啊！佢揮動魔杖，將關羽嘅綠袍瞬間變成閃靈靈發光嘅迪士尼王子套裝。着上王子裝嘅關羽表情顯得尷尬，而米奇同埋佢啲朋友就圍住佢鼓掌，認為呢一身裝扮好啱佢啊！關羽決定回禮俾佢哋，佢拎咗本春秋出嚟開始朗讀。雖然冇人聽得明，但係大家都俾佢激昂嘅語氣感染，認真咁扮緊聽佢講啊！唐老鴨試圖模仿關羽講嘢嘅語氣，結果因為太激動，差啲口水吞錯格，逐親啊！夕陽西下，關羽指向時光機，表示佢要走啦。大家即刻流露出唔捨得嘅表情。關羽臨走之前，隨即拎出幾個錦囊送俾米奇同埋佢啲朋友當作紀念品。米奇隨即打開，入面係一條麥芽糖同埋寫住一個飯字嘅字條，寓意朋友之間嘅真誠信義。關羽要進入時光機啦，隨即回頭感謝米奇同朋友們嘅招呼。時光機噗嘅一聲就唔見咗啦，只係留翻低地下燒焦咗嘅痕跡，同埋屋入邊一片嘅寧靜。大家睇翻手中嘅錦囊，覺得今日過得混亂又特別。今日嘅故事就去到呢度啦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？關羽拎咗米奇送俾佢嘅派對帽同埋漫畫書，去到東漢末年會發生咩事呢？歡迎大家留言俾我。